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2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选最后一天，为厦门、上海甲北京飞转台湾的班机当中客满，预计今仔日大概有20万的台商会全部转来转票。大选当日，中国空飘气球嘛创纪录，一天飞5粒回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拜访中国的中联部长，以警告中国唔通扰乱台湾的选举。美国甲英国联军用军事行动回应也门反恐军的攻击行为，联合国署名要求反恐军就要随停止伫红海的行动。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总统大选前一天，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今仔日早起伫新北市带车队来拜票。这赖清德是呼吁民众爱踊跃出来投票。面对拿白赢讲的弃保的问题，赖清德是表示讲，民主的选举唔是弃保，伊甲萧美琴这组就是上有能力会当推动台湾进步的选举。支持者日前一手选前最后24点钟，民进党选择回访双北，赖清德透早为新北市出发坐车拜票，伫扫对手侯友宜的票仓，前一暝伫凯道的造势人塌塌甜，赖清德感谢总统蔡英文牵手相挺，即马拿白互相批评操作弃保，伊也向支持者话讲，家己甲萧美琴才是上有能力的一对。民主的选举不再弃谁保谁。民主的重要意义是在于不放弃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来保护前人辛苦所打拼的民主。未来我们如果能够高票当选，也是最有能力推动台湾稳健进步的一队。也是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公开爱民众党郭文田，卖甲民进党组联合政府。赖清德嘛回应，看来赵少康是真支持伊。这段话是伫表示伊已经当选了，伊也呼吁国会爱超过一半，请大家下暗选前之夜爱站出来，13踊跃来投票。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明天的票非常关键，影响台湾未来的路，大家一起站出来，一起加油，一起为台湾努力。萧美琴替立委候选人苏卡惠表示，这场选举各界拢真关心，现场原来有外国观选团到场，呼吁大家做出守护民主的选择。暗时民进党嘛要举办造势晚会，先为赖清德本命区的台南出发。最后伫板桥上场，甲国民党同款，拢伫新北市要决战选前之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今仔日早起是伫台中拜票。伊讲国民党即马已经在改革，未来若准伊当选，就会继续来牵升少年辈甲优秀的公务人员。也毋过伫今仔日选前之夜，伊是要邀请到前总统马英九，这引发真大的议论。赵少康讲是尊重主办单位，也那马英九是表示讲绝对会来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日前甲民众做伙翕相握手，还搁伫帽仔顶悬签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12到台中，带立委候选人做伙拜票，强调国民党愿意定调有完整公务员经历的家己，代表国民党已经伫改革进步，伊会继续提拔少年人甲优秀的公务人员。政务官像流水席一样。很多都是在民进党的过程当中，很多是酬庸的政治人物。公务员，我好好祝贺他们，表现好优秀的来当政务官，让我们台湾的经济能够起飞。对长辈做伙跳舞，侯友宜的副手赵少康参观台北市的日照中心。选举前最后一天，侯康一个顾中部，一个顾北部甲南部。选前之夜，要做伙回访侯友宜本命区新北的板桥，要移入团结的气势。暗过前总统马英九相信习近平这个讲法引起议论，传出侯康选前之夜无邀请马英九。赵少康是讲尊重主办单位，可能嘛是为着无要互马英九，互人制造话题。民进党很厉害的，很会见缝插针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要有任何意外，就选举人讲不要有任何意外，任何事情他平平顺顺过去就好了。我想这可能是主办单位的考虑了。马英九再去回应，无互人邀请，暗过支持国民党候选人的本意未改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原来斗相共解说，主要是无愿意看到马英九搁再互民进党恶意的攻击，要互选前之夜主题拢伫互民进党落台。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看这民众党的候选人郭文德甲副手吴欣盈，今仔日早起开国际记者会，因提出3项国政处分，讲若准当选，就会照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甲两华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华的问题。这郭文德是强调讲，美国是咱台湾真重要的盟友，所以会伫这个基础顶头甲中国来沟通。做总统的前半段，上重要的就是求稳定。国前大选只剩一天，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甲副手吴欣盈在起开国际记者会，提出3张国政处方签，针对经济、国防两华进行说明，也承诺若当选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甲两华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华问题。我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问题，确保台湾人民继续保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为全世界内的160间媒体，总共312人报名。会中外国媒体将目标放在美中台关系甲两华议题，未来各如何面对中国沟通时阵的暗藏危机。郭文德表示，若当选前半年未当军事、情报、警察重要人士。台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你知道吗？如果真的当选的话，我在前半年不会去动军事、情报、或是警察这种重要的人士，先力求他能够稳定的度过。郭文德也保证美台双方信息 no surprise， 佮甲对华展开沟通，强调九二共识伫台湾已经被污名化。副手吴欣盈也开讲经济议题，因为半导体和 GDP 成长，不过带予台湾人民的工作机会却真少。Only 3% of our business of our jobs are actually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Our 60% of our workers are actually in the service sector, which is why we're all hearing about this low wage and high housing price problems. 吴欣盈也主张成立主权基金，打造护国神盾，转变台湾的经济格局，走向多元化、加遵循更较强的经济关键。记者综合报道。选前最后一天，为厦门、上海甲北京飞转来台湾的班机是逐班拢客满，预计今仔日大概有将近20万的台商会转来转票。选前上尾天，厦门、上海、北京飞同机场的班机逐班拢客满，真侪台商拢伫咧大选进前上尾天转来台湾。国家最近一礼拜自大陆转来台湾的人数，估计有要到20万的台商转来投票。真侪人拢是投票煞就要登记大陆工作。基本上回来，没有工作，会事先把所有工作先排开。其实今天比较人是真的比较多，几乎全满。周遭是不是回来投票意愿蛮高的？是啊，大概有80%。根据移民署国境大队的统计资料，敢若是同机场初5到10日，个人自大陆返台的人数48974人，比前一礼拜40180人加8794人。对趋势来看，愈晚大选转来台湾的人数就愈多。这么重要的选举，对啊，刚刚看整台飞机都坐满，同事也都蛮热烈的，想要回来。曾回来投票了。是。那机票好买吗？有包机的票。台商表示，甲前2遍大选比起来，这边转来人确实有较多，航班全班拢正热门。不管是坐直航的班机、自港澳转机，也是行小三通的人拢真多，大家拢希望会当赶转来台湾投新胜的一票。记者综合报道。永暗就是大选之夜，这个民众党的郭文德，伊是抢到总统府头前开道的使用权。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到新北市第2运动场来举办暗会，也那侯友宜是伫1公里外的邦桥第1运动场来造势。3个候选人伫咧今仔日暗时，当地湘北大对决。工作人员8关8家登咧大舞台，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阵营成功抢到总统府头前的道路使用权。选前之夜的造势暗会，过个工程按算下晡4点通完成，才拄中到就支持者到现场咧等。你从哪里来？台中，阮昨暝就来啊咧，12点就到位啊咧。我要60岁啊，第一届参加呢，献给阿伯。
另外一边，伫新北市邦桥第2运动场，工作人员正咧测试音响设备，确保声音放送无问题。这是民进党热清的造势晚会的场地，才拄中昼就通看到有蓝山的民众坐伫椅头开讲，各有支持者为国外返来台湾支持。我的美国朋友吼，因大家拢知影咱台湾的处境，拢感觉是迄个阿强咧欺负咱。我伫美国住40几年啊，造势活动，所以这是第一摆。工作人员大日头下，甲高台斗好势，另一边有工作人员咧摆椅啊。伫咧离热清的场地赛车无90分钟，就通到位的邦桥第1运动场，这是国民党侯友宜的造势场地。侯友宜拼总统的上尾一段路，伊选择登去伊的地盘新北市。记者即摆人伫咧新北市邦桥体育场，这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造势晚会所在。即摆使看到即个舞台拢已经搭好势啊，伫咧即个边啊，阁有3站楼悬的布棚，就是希望会使达成政党轮替气势。永暗就是上尾一摆的大选宣传机会，根据中选会的规定，所有的竞选活动下暗10点进前就要结束。总统选战三卡都选战之夜3个总统候选人拢把握机会，希望推出选票，争取选民上大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就是投票日，为着要加速这个开票的流程，中选会今年是加设146个投票所，选务人员拢总有24万人。中选会是搁再提醒讲，永暗翻点过了后，民众就袂使伫网络的社群来替人扣票助选，以免犯法。拜六就是投票日，今仔是竞选活动最后一天。中选会今仔日召开记者会，提出大家爱注意的代志，严格要求各候选人造势活动爱伫咧暗时10点进前结束。中选会嘛提醒民众，投票的时就爱带3项物件，也就是身份证、印仔，也阁有投票通知书。另外，永暗翻点过，也就是1月13投票即天是袂使有任何有票行为，像讲伫咧网络的通讯媒体嘛袂使哩。1月13日凌晨0时起，不可以在通讯软体 LINE、脸书等社群媒体或其他媒体为任何候选人助选，违反的话将处以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锾，经制止不听者，得按次连续处罚。另外，民众在投票的时，除了禁止站嘛禁止穿有候选人标记也是号码的选举物啊，也阁有衫裤。就算讲发挥创意，伫咧身躯顶动骹手嘛是袂使的。有在头发上面显现出这个候选人的图样等等，这个一般客观会认定是一种助选的行为。这届全国的投开票数计共有17795个，投票的时间对早起8点到下晡4点。为着要防止媒体伫咧报道开票的节目过程中间出现错误的数据 ，NCC 这届大选无和中选会合作，会密切观察每一间电视台的开票作业，一定要符合真实、有所本、通查证的3大原则。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投票前一天，伫咧高雄线传出庆声，这是发生伫三民区有一间开刀啊耍的店。今仔日透早6点左右，熊出现2个查甫人，其中有一个人向这个天棚来开枪，了后2个人就随走去。也毋过，这个天棚的涂胶线落落来去牵着店内的女员工，因为这现场拢找无枪支壳，所以警方是判断讲，这个开枪的人应该就是拿店铺的这个枪来犯案。目前已经锁定对象。透早6点左右，拄着无爱男子甲另外一个人入去倒油店，无偌久内底传出枪声。原来因入去内底是向着天棚开枪，还阁来逃离。救护车来到现场，之前无拍到人，却因为天棚暗门头落来，牵着女店员，但咱看到伊甲头壳暗咧，非常惊吓，等待就医。警方嘛赶到现场。有听到什么吗？我也没听到。那怎么会来？我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聚餐。员工讲，当时当要关门，2个人说形象撞入来，无讲啥物就开枪，因为现场找无枪壳，警方初步研判男子所使用的是震爆枪。有2名歹徒进入，其中1名男子持震爆枪对天花板开枪，造成员工疑似天花板的水泥块掉落波及，轻微擦挫伤。这间店开业2档，敢是个人嘅冤仇防开枪威胁，警方还阁咧了解。不过拜六就是总统立委登票的日子，虽然前互人开枪引起着关心，警方表示已经掌握着特定的对象，要全力来破案。记者王刘婷、陈hen本个报道。
宜兰有一寡咱的群组最近流传一张掠到贿选的图，而且这图的来源是写宜兰的地检署，检方强调讲这是假消息，所以昨是以涉嫌互人败选、甲伪造文书等等的嫌疑，甲2个被告带转去复审，了后是无保请回。外界又讲，这2个人有可能就是民进党的党工，检方是表示讲，即马当咧调查，所以无方便回应。检警查到地检署复审，宜兰内各大群组伫咧最近传一张顶头写着掠到贿选亏兰某一个民代组织涉嫌买票的图卡，署名图片来源是宜兰地检署，检方定称是假消息，断回2名被告。本案被告2人经检察官讯问后均请回。那本署对于妨碍选举之假讯息定会严加追查。这2位被告涉嫌意图使人不当选、甲伪造文书，检方复审了无保请回。外界传讲，这2个人是民进党的党工，不过检方无证实，讲案件抑搁伫咧侦查，不过是引起6被告镇压候选人的攻防。陈俊宇，你身为党部的一个主委，你是不是应该要针对这个事情向所有的县民来道歉？因为这个就是抹黑宜兰，这个就是践踏民主。在这个选前的一天，不适合再用这样子影射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宣来影响选情。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那我们也尊重司法的调查。对6被候选人严厉谴责，以发布假信息的方式来竞选。民进党但证据是讲，案件已经正在司法庭诉，但调查了后有完整的内容才会对外报告。国政党宜兰县县立委候选人12早起拢伫咧宜兰的大路顶扫街拜票，比伫咧选前1天做最后的冲刺。这件假图卡的案件是不是影响选情，也搁来看。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男性曾报案，讲伊家己互人抢走600多万，警方出动去到现场，所发现讲这个男性雄雄解喙，讲伊家己是咧讲白贼。经过这个调查，才发现讲原来伊是诈骗集团的过手人，因为加钱交予顶悬，煞无摕到空米箱，毋才会来报案。落尾这警方是甲抓起来，伊早起做上班。警方出动快打部队，赶到路口，加上侦察队，总共15个人。在暗时9点外，一名23岁姓黄的查甫人报案讲，伊伫咧台中5权路和柳川西路路口，当场互抢走身躯顶600多万现金。警察到现场问过，听说拢讲袂清楚，先讲是买车现场交易，落尾佫讲含人有债务纠纷，最后也承认讲是伊乱报案的。本分局于113年1月11日21时许有接获报称，民众遭抢现金有600余万元。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调阅监视器厘清，查证现场并无上街情事。警方透明调监视器追查，也伫附近的水沟仔找到姓黄的查甫人，伊所拼掉的假证件、假文件，发现这个查甫人是一名诈骗集团的共犯，拄含台中一名姓肖的被害女性现场摕600万了后，交予伊的顶司，却因为对方无予伊抽空面上，甲伊钱全部摕去，家己真愤怒，才会报警察讲伊是互抢的。本案8人系假投资诈欺车手，在收取被害人诈骗款项后，遭上手骗走诈骗款项。有关黄嫌涉嫌面交诈欺部分，本分局警讯完毕后，依现行犯移请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落尾甲这个姓黄的查甫人以现行犯涉嫌刑法诈欺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而且继续追查其他的共犯，也通知予人诈骗姓肖的女性到案说明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为着要对抗这个也门的反恐军青年运动这个组织，美国甲英国联军伫昨来发动海空的攻击，用军事行动来回应青年运动伫红海的攻击行为。即马这个以哈冲突嘛确定已经扩大啊！联合国是出面来要求青年运动，就要随停止伫红海的行动。英国战机11暗自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起飞，加入美军带头的联名，针对也门民兵青年运动，伫咧首都沙那的几多座机场加附近军营发动空袭。美国总统拜登讲，这边行动是对青年运动继续攻击红海商船货船的直接回应。英国首相苏纳克是叫青年运动停止攻击，不过伫咧英美联军发动攻击进前，青年运动的领袖已经讲，将会对任何美国的侵略做出回应。ونحن بذلك أكثر عزما على مواصلة المشوار و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مرتبطة بإسرائيل.
ولن نتراجع عن ذلك وموقفنا إيماني وعلى الأمريكي أن يعرف ماذا يعني هذا. 有伊朗伫咧支持的青年运动，自2014年以来，一直甲政府军进行内战。因讲会攻击红海的船，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伫咧加沙的毁灭性陆空攻势。美国五角大楼证实，因缅甸军进行伫咧红海的联合军事行动，拢有甲青年运动的攻击动来。 U.S. and UK forces were able to down 18 one-way attack UAVs, 2 anti-ship cruise missiles, and 1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when these weapons were launched toward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where dozens of merchant vessels were operating. 聯合國安理會七十以11-0的票數，也有中國、俄羅斯、阿爾及利亞加莫桑比克4票棄權，通過一項決議案，要求青年運動須停止攻擊經過紅海商船，也熱烈譴責伊朗供應武器給青年運動。 And adopting this resolution today will reaffirm that all member states, including Iran, must adhere to their obligations. Хотели бы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данная резолюция не мож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ак легитимизирующее действие в Красном мор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коалиции, состоящей из США и их сателлитов. 另外，伊朗的海軍昨夜伫咧阿曼灣水域，甲一台希臘籍的油輪靠來，但是伊朗官方講，這是一台美國籍的油輪。伊朗的武裝分子去伫油輪頂，強迫這隻船改變航向，駛到伊朗。 北京譴責這件代志，並且呼籲隨家船甲船員放出。這件事件也讓中東的局勢愈來愈緊張。公視新聞陳慧琳報道。太平洋的巴布亞紐幾內亞因為安全部隊的人員不滿扣薪水發起抗議，結果無想到所變做是暴動，有16個人死亡。即馬官方是宣布首都進入14天的緊急狀態，派1000多人來維持治安。 伫暗暝建築道火燒甲真美，互人看甲真着驚。走路一萬人看到真濟人趁亂搶劫點頭。太平洋島國巴布亞紐幾內亞實在發生騷亂，真濟人去街路放火搶劫，造成10多人死亡。 48 years of independence, I can't recall in my lifetime seeing this level of devastation in a single day event. It's just senseless, it's unacceptable, and we just need to have a really good hard look at ourselves and challenge to how we got to this place and what we're doing to make sure we come out of it pretty quickly. 代志發生時，巴紐安全部隊人員發現，最近一擺薪水接受金額減少，不滿遭到部有競減薪水發起罷工，佢去國會抗議，結果首都莫斯比港馬上陷入混亂，幾點鐘了後，佫拖甲北平差不多300公里的來程。巴紐總理馬拉佩宣布，首都進入14天緊急狀態，佢派出超過1000人的部隊介入維持治安。然後馬拉佩也將警察署長、財政部長加真濟高級官員停職。 佢表示，政府會調查這個暴動原因。We look into where that organization and where that support came from. Full administrative as well a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will take place. To go through this one, state of emergency will be under the command of Deputy Police Commissioner, now Acting Police Commissioner Yamasumbi. 英國嘅澳洲總理艾巴尼斯表示，密切關注巴紐情勢，目前還未接到巴紐政府要求協助平亂。中國外交部是指出，這動亂造成2個中國公民受輕傷，而且真一間中國人開嘅店和暴民搶劫。公視新聞鄭慧珍報道。 烏克蘭因為戰爭，大多數嘅男性都已經上戰場，所以即馬國內欠工是真嚴重。官方為着要保卡手，所以已經解除女性佇地下做工課嘅禁令，讓烏克蘭嘅女性也會當去炭坑內底上班。佇炭工帽啊穿裝備，這幾位烏克蘭女性正傳要落去炭坑內面工作，因為俄烏戰爭，真濟男性攏去做兵消戰，真欠男性嘅工人。 所以本來查某人攏袂當入去炭坑，第一遍有女性落去內底工作。Пам'ятаєте, як перший раз спускалися? Які у вас відчуття були? Пам'ятаємо, трошки було страшнувато, але дуже цікаво. Дуже цікаво. 當地自蘇聯時代以來就禁止女性落去地下工作，這項禁令佇戰爭爆發了，政府解除。克里斯蒂娜故鄉離前線100公里，常常受到俄軍的飛彈攻擊。 但是為了透露，伊克服恐懼，甲媽媽甲4歲後生留佇咧厝內，5個月來一直佇咧地下470公尺深的所在做技術員，
操作一款小型的电动火车，甲工人送到离电梯井4公里深的地下煤站工作。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того, що наші хлопці позабирали на фронт, їх треба підтримувати. Нема кому працювати. Зараз в шахті пішли дівчата працювати.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залишити це все і піти там на другу працю і залишити хлопців. Треба допомагати хлопцям, які знаходяться на фронті. 乌克兰进前有欧洲上大的煤炭工业，不过自从苏联解体了，煤炭工业已经衰退了几60年。这间私人的能源公司 DTEC 讲，因本来有2万位炭工，但是有要甲3000人怎么去前线作战，已经有42个人不幸战死。怎么来逮捕乌炭工作的女性有400人，占所有炭工的2.5%。公司新闻新录配编译。 乌克兰的诗人克里夫佐夫投入俄乌战争，结果煞不幸死亡。昨有上千个乌克兰的民众去参加伊的告别式。另外一方面，这个登记参选罗西亚总统的反对派人士纳杰丁，伊是公开来呼吁罗西亚必须要赶紧结束这场战争。 1000多位乌克兰人徛伫咧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两边，向伫咧1月27不幸战死伫咧前线的诗人克里夫佐夫告别，伊的事迹保护乌克兰列做最佳的注册名单。克里夫佐夫也捌伫咧2014年俄罗斯非法并吞克里米亚时阵志愿参战。 Це наше майбутнє, це перспектива. І, звісно, їхні слова, їхні твори, все, що вони лишили по собі, воно проростатиме в нових різних формах. Але це великий біль, що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 а це також одна з ознак геноцидальних воєн, вбивати творчих людей, вбивати інтелектуалів. 伫俄羅斯方面，反對黨代表納傑丁將要參選3月17日總統大選。伊10月伫咧莫斯科會見被動員到前線作戰的俄國士兵的看守了，公開呼籲，希望俄戰爭會當隨停止。納傑丁強調，一開始民眾是支持普廷對烏克蘭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不過這麼名義已經改變。 Я абсолютно убежден, что вот сидящие здесь дамы абсолютные, стопроцентные патриоты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а. Мы хотим жить здесь, я в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да. Мы хотим просто, чтобы по-человечески относились к людям, которые сейчас выполняют свой долг, да. Вот реально проливают кровь там и рискуют жизнью. Мы хотим, чтобы они просто вернулись. 同時，美國白宮昨日也講，拜登政府對烏克蘭上新一輪600億美金的援助，這麼一個調喺咧國會無法度通過。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經費，這麼已經停落啊。公司新聞新錄配編譯。 台灣總統大選當日，即馬國防部嘛偵測到中國的空飄氣球也創這個新高的紀錄，一天就飛5粒過來台灣。美國強調講反對這個外部勢力干涉台灣的選舉。國務卿布林肯是要去拜訪中國的中聯部長劉建超，警告中國莫把台灣的選舉當作是破壞穩定的借口。 台灣明仔載就要大選，國防部公布11透早6點開始24小時內，喺台海周邊遭到10架次的強機、10架次的強艦，甲創單日成員的5粒中國空飄氣球，其中2粒路線飛過台灣本島頂懸，另外1粒為南部頂懸穿過，正做後尾包夾的態勢。美國國務院表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或者是影響台灣選舉。 About upcoming elections in Taiwan, we'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our opposition to outside interference or malign influence in Taiwan's elections. 國務卿布林肯是甲南韓新任外交部長趙對列通電話，表示美韓同盟的重要性，佮支持台海和平穩定。美國之音報道，布林肯會喺美西時間10日，也就是台灣大選進前，甲亞太財經康達共同會議喺美國訪問的中國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各界中國唔通將台灣選舉當作破壞穩定的借口。 劉建超是喺進前到美國外交智庫演講的時陣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地形，是袂當超過紅線。習近平想要進一步去推動美國，那麼來處理這個台灣議題，我派劉建超到美國去跟這個布林肯見面，那麼正式表達北京的一個立場。
学者张树焕指出，美中继续透过官员见面，明确表达彼此的立场，努力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由北京驻青官员证实，总统拜登会伫台湾大选了后，派回国方代表团来台湾访问。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新环岛政府国务卿史坦伯格甲国家安全顾问海德里率团。丁树焕认为，这是美国照往例做法，也是为管控选后的美中台三方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总统大选会当讲是台湾全民的运动，有民间的路权团体是为着要争取重型乌多摆的权益，所以借这个机会招朋友甲车徛起伫国道要登去投票。也毋过国道警察是强调讲，这依法会当罚6000块，所以请民众大家加注意。另外，伫这个台铁方面是有提供2万外的座位，互民众会当来回台北甲花莲方便因登票。拖行李路车火车站透早人阵也未少，民众坐车回乡提早赶回目的地。面对2合1大选，剩较无一天，就惊愈暗，乘客愈多。代替备战选举的疏运，敢若花莲站投票日即天，台北到花莲的列车座位就提供22000个。台北到花莲的部分它的售票率大约只有70%多了虽然买票数有比平常时较侪，不过代替是讲座位还有剩，目前敢若卖出70%，连客运预估量买去嘛真少。这国道客运登去花莲，差不多有4成至5成。目前的定位从南港及板桥，大概都是只有4成到5成。所以并没有加班车。游子回乡投票，交通方式选择真侪，不过即马有路权团体伫社群发起活动，放调讲大选即天骑机车无分排气量，全部骑去伫国道回乡去投票。全台串联的方式，那我没有限制时间、地点使用摩托车上高速公路。大家说，就是在摩托车使用高速公路，它并不会造成实际的危险。招骑机车人上国道，持续争路权。民权团体搁再声明，重型机车行驶高速公路相关的法规已经三读通过12年，不过行政机关无积极，无看开放的进度。高速公路公司回应，希望以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诉求。高速公路其实是禁止行机车的，那550cc 以上的大型重机它也没有公告可以行驶的路段或时段，我们会在比较重点的路段加上我们的巡逻。因为施行日到即马也未公布，国道警察是讲驾车骑起来也是违法，依法会当罚上悬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总统大选也影响到咱台湾股市的气氛。金管会统计夜间期货的交易量已经超过3成，也毋过今仔日早盘这市场是普遍拢在观望，所以有小可拔价，价格倒转来到17500点。这专家是讲选举若过，无确定的因素消息，咱的股市应该会过去。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一天，路透社报道指出，对着选后结果的公布，台股可能会出现无共情境甲反应。看12台股大盘的表现，早盘看会出来市场观察的气氛真重，本土资金持续退出，开价走价，或者在盘中起落有较收敛，订货17500点，市场是关心台股敢会出现选后行情。在选后，那么当不确定因素都已经消失了以后呢，除非这个美国股市出现大幅度的回档，否则的话，我们台湾股市呢，在资金回流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认为说，像是选后行情加上红包行情呢，应该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分析师认为，选后包含大节电甲 AI 相关概念股，拢有机会变作市场关心的焦点。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进前是预测，今年股市也是以基本面为主，为去年底的 AI 半导体产业会搁再吸引外资买进。乐观看待今年资本市场的发展，总共选后有波动，不过也是会以国际产业发展甲市场动向连接为主。根据金管会10月公布上新的统计，台湾的期货暗盘交易量已经为109年底的2成5成长到去年底超过3成。另外，为外资汇入的金额来看，显示台股外资也是真介意。
台股的话非常受到外资的一个青睐那经统计台股的外资累计汇入金额至109年底是2085亿美元，到了112年底的话就已经来到2455亿美元。金管会统计，去年国内的上市柜公司比起109年新增加83间，市值提高到20%以上。未来会持续强化市场的功能，销入交易市场。有分析师认为，选后起价比率将近9成，科技股、AI 概念股也是大股带头起的。记者综合报道。伫苗栗竹南的外海，即马有业者打算要伫遮来做风力发电，面积有74平方公里，会来设71台风力发电机。早起伫环境部进行审查，即个开发单位是表示讲，对即个生态影响其实无介偌大。佮讲鸟仔若准看到即个风扇，就会家己闪对边仔去。即种讲法，互环评委员真袂放心。伫咧苗栗竹南后龙通霄外海，环港公司规划伫离岸27.5公里外口打造一个74平方公里宽的离岸风场，设2座海上变电站。每一座欠量是14至20千千瓦，风机上只有71支，风机距离平行顺行方向会烧离超过1000米，随着顺行方向烧离会超过700米。要转用普动式，开发单位保证，就算讲风搁较安怎透，嘛拢设袂到。那采用 CROST 的标准来进行规划，预期可抵抗17级的一个强烈台风，来确保风机基础的一个安全。过来头一个全普动式风机，有环保委员认为，针对海底电缆会去电池的问题评估无够，看到这敢会铺甲受密有安全的挂路。缆线的缠绕造成的这个风机的安全，还有对于鲸豚那个威胁，这个再请你们多做补充针对海南巡检，开发单位是保证，逐年拢会去巡一届，甲废弃的渔网清掉。不过委员认为，一年一届根本就无够。针对鸟仔去弄到的问题，开发单位嘛讲，鸟仔咧飞拢会家己去闪，而且佮讲有用过卫星去追踪死者乌面拉飞。发现讲因拢有闪避风场的行为。不过环评委员也是质疑。如果照这样的一个发现来看，似乎我们就不会看到有鸟类撞击的课题。也就是全世界大概这种鸟类撞击的问题大概都不会存在才对所以我不会建议你们这样用这个方式来写。针对海底电缆会去电池的问题，开发单位表示会当增加到一年去巡2届，也若风机咧采距离拢有下规定，若要搁让较远，可能时到这采的数量颠倒会达袂到现有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气候变迁，这印度甲泰国的甘蔗产量嘛对咧减少。去年11月，这个糖的计数就已经创下12冬来上悬的纪录。虽然讲即马有小可回稳，也毋过业者甲民众也是真怨叹。旧历过年就要到啊，糖仔饼是过年一定爱食4收啊，民众大包小包咧款。毋过今年过年，若是买糖仔饼，恐惊爱开搁较侪钱。民众怨叹，啥物物件拢起，连糖仔饼伊为1斤65块，买到即马拢要100外块，实在无法度接受。对65一直买，经过5、6冬了，正起甲比100，伊是逐年慢慢，拢一直起啊。5块至20块安尼啊。一斤1斤就等于600公克。其实国际统计为去年开始起，因为印度、泰国是生产甘蔗经济国家，加上气候变迁，地属产量减少。业者表示，去年底糖价起上济，25斤的白糖起到900块，虽然即马计数差不多降到800块，共款足贵的。包像25公斤的特沙二砂，大概一包将近快900块。哎呀。然后到现在已经降到大概800块左右。全年的雨量无减，暗过因迄个暴雨跟干旱的时期增多，这对甘蔗的迄个成长的影响是真大。台糖表示，国际统计去年11月是上悬点，计数起到1公吨745美金，起了35.9%，是12冬以来上悬。即马计数虽然有较降落来一丝啊。毋过连带糖制品有影响，今年过年若是买4收啊，民众的钱袋啊可能爱搁较深的才食会到。记者钟义辉、顾朝阳高雄报道。
咱拢知影讲，这乌鱼子是旧历年围炉甲送礼的热门产品，也毋过伫咧高雄家庭啊，都有人趁这个头家无注意去偷摕乌鱼子。警方调监视器来找人，落尾是掠到一个姓黄的嫌犯，超出12倍的乌鱼子，价值18000块。嫌犯骑脚踏车来到店家附近，行往画面正边，无偌久，佫捧一包物件转来，伊摕的就是人讲乌金的乌鱼子。高雄家庭有一个店家拍的乌鱼子，1月定定红偷。警方巡线追查，发现嫌犯是一个70岁黄姓阿伯。黄姓窃嫌已多次行窃，此次在欲着手行窃之际，为被害人发现并报案请求本所协助，经本所警力赶赴现场。当场逮捕黄姓窃嫌，并查获乌鱼子等相关证物。警方超出12片，价值总共18000的乌鱼子，但店家统计共偷去至少25片，怀疑嫌犯将部分卖掉还是借去。警方以窃盗罪将嫌犯移送。嫌犯看到乌金的价值去偷，但今年冬天因为较温暖，乌鱼大丰收，野生的乌鱼子等到价钱有淡薄仔落落来。超过了咱这个冬季以后吼。所以伫这个季节，较来采收到的乌鱼子，会变成个这个咱的供需上哦，有淡薄仔会小可会小可影响到。所以今年的野生的海子的乌鱼子吼，有小可价钱上有小可淡薄仔较落。有业者表示，查某囡仔手办大细的野生乌鱼子，目前价销大约2300，比去年俗大约100块。养殖的乌鱼子受饲料等成本起价影响，价销维持平稳，甚至有淡薄仔起来。离过年阁有将近1个月，业者评估要等大选了后，乌鱼子的买气才会渐渐起来。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家己报道。台东县火烧岛的民众伫海墘啊发现一只海翁靠山，而且这海翁的身躯已经互人挂一块肉起来啊！即马海保署甲救援团队阁发现讲，这是一只真罕见的海翁，所以要用20万的奖金呼吁民众斗掠凶手。2年前，小海洋船伫成功外海发现一群海翁甲海猪啊。因拢唔惊人，解说员发现这是神秘的银形器中汇鲸，因为因甲一般的中汇鲸真成，伫海上分较袂出来，而且全球发现数量真少，是真罕见保育类的海翁。世界最神秘的鲸类哦。它的那个个体资料比较少被发现，那主要都是利用渔获，因为渔获致死或者是搁浅致死的这样的个体才能够去找到它。啊，毋过有一只银形器中贵鲸，侧边互离岛民众发现掉伫叉口海岸，而且身躯互人切挂，甚至挂走一大块肉。海保署甲鲸豚救援团队去调查，伫附近海沙堡发现一块肉块真残忍。海保署即马要发出相关20万块的奖励金，请民众提供线索追查凶手。因而破案的话，我们会依据奖励办法，在根据协力的情形，在适当的这个额度之内呢，给予最高的奖励。海保署表示，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太保育类野生动物会当罚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各罚20万至100万，呼吁民众唔通违法。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古坑的草岭有真丰富的自然景观，即马县政府为着要提高旅游的品质，所以要来推动营造计划，上济会补助旅馆也是民宿300万块。针对这个建筑物的外观，也是软体、硬体设备等等，做伙来提升古坑的观光实力。接送巴士甲游客一个一个载上山。疫情过后，云林古坑草岭虽然平常时嘛有袂少人会来，不过为着要让游客有更较好的旅游品质，云林县府提出古坑地区大帮业者营造补助计划，只要伫古坑山区的合法旅馆或者是民宿，拢会使申请。补助能够来提升我们整个山区的一个旅宿的一个品质啊。那这个计划的话，我们预计投入每家提出的业者的话是一个合法登记，最高能够申请的金额就是300万，那是以相对等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执行。云林县建设处表示，云林的山区拢总有9间旅馆、48间民宿，营造补助计划会针对建筑外观、大厅柜台、周边公共场所、疫情设备，佮有无障碍设施等等5大项目来补助改造。经费是业者甲县区各人出一半，上济特间会当补助300万。互阮的门面会较水，甲房间卫浴设备会当较先进，提高人家的品质，人家就享受到这个好的品质，
带动着咱草岭这个观光吼。有业者表示，疫情过后出门佚佗的人变多，草岭所落来高樱花季，会请更较侪游客来观光。希望业者提案了后，县府会当量早核定补助，提升山区带帮业者品质，增加游客来第二届比率，带动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2004年消费电子展是伫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来举办。头一届看到这个大型寸尺，而且佫会使拗的电视，一台上贵要台票3700多万。另外，也佫有这个全世界头一面看面部的表情，就会当提供心理建议的镜，也有结合这个 AI 技术的鞋仔，就连手机仔的保护壳，嘛会当摕来拍哩。轻轻试遥控器拗起来，荧幕就会当拍开，比作是可以关为一个超级大电视。而第二电视品牌伫 CES 2024消费电子展发表3款会当拗起来的电视，包括103寸、137寸和户外的301寸，计销嘛对465万台票，高上贵超过台票3700万。现场展出的电视，伫设计上毋是使用拗起来荧幕，是甲5个直式的荧幕用正有路的方式倒做137寸的荧幕，透过自动校正技术来消除黑色的接缝，互看的人有真好的视觉效果。Hey,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I'm feeling great today. You seem to be in a fantastic mood, and your smile is utterly contagious. 法国一间智慧健康科技公司是发表全球第一款 AI 的智慧镜，会当分辨使用者的情绪，而且帮助因来管理压力。根据官方的介绍，这款 AI 的镜是透过灯和使用者的手势、语音的指令来分辨无同的情绪，佫会当根据使用者的心情来调整内容。If you are feeling stressed, it's going to recommend you a relaxation meditation. And the good thing is, like, since we have the mirror, we can combine light, sound, and display at the same time to create the perfect environment for your meditation. 结合 AI 技术的佫有增速鞋，主要是针对需要常常行来行去的外送人员，抗报告的程度，也是爱伫个户外巡视检修的工作人员打造的。去年宣布推出10组链仔，讲是会当互行的速度提悬2.5倍，售价是超过台票43000。今年是甲链仔组减少到6组，意思就是重量减轻，但是行路的速度煞会当减3倍。按算伫今年的7月上市，但是还未公布伊的介绍。The faster you walk, the faster they go with you. The slower you walk, they slow down with you. They all synchronize with the walking pace you have. 另外一款是甲智慧手机仔的保护壳，荧幕下骹来加实体的起盘，起盘的形是圆的，齿子是实体控做的，佫会当发光。齿子含电路板会当贴，要清的时阵较方便。价值是对4300台票起跳。保护壳有2种色，一种是亲像大黄蜂的黄色，另外一种是敢若伦敦的天顶，看起来拢是朴朴的朴色。公司新闻新就不会变异。机场的行李若准讲拢无人来领，到底是要安怎咧？伫美国，就有一间卖场，伊是专门咧整理无人领的行李，再佮用真俗的介绍来做二手的拍卖，请真侪人客来交关。5花10色商品看起来都亲像一般的大卖场，不过这间国父中心内底卖物件无甲落共款。这是伫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间卖场，商品拢是无人认领行李内底的物件，因为卖介绍是原价3到8折，所以吸引真侪人特别来买。But one year I got a Tiffany bracelet, and it was just a little silver bracelet. 2 years later, I come in here and there's 2 Tiffany's just like that, and they're very inexpensive and they're sterling silver. So I get them for my daughter. They're now worth a lot of money. 无人认领行李是指伫个90天内，或者是更较长的时间内无人认领行李。行李判建议有99.5%的几率会用找回来。不过美国交通部统计，每年有200万的行李无法度找回来，这行李就流向这个卖场。That get lost most are things like books, coats, headphones, water bottles. Oh my goodness, at the water bottles that come through here any given month. And what's really cool is we're only able to sell a little bit of those things, and so we're able to donate those to some amazing charities. 根据统计，欧洲是判件行李上侪所在，平均1000个旅客就7.29件行李判件。英国有4间大型拍卖行，每礼拜会公开拍卖，伫机场放超过100公的行李。不过这行李拢锁起来，可能靠外观内有内底的物件，因买到什么款的物件，就看运气咯。公司新闻邓慧珍报道。
明仔载就是总统大选，为着要减轻这个少年人回乡转票的经济压力，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今年嘛发起青年民主回乡列车的计划。今仔日下晡3点半，就伫台北车头有开3帮客运，要载这的少年人回去转票。咱台记台记者卢尚如甲曾俊佑伫现场为咱掌握，咱就来看因传来的上新的消息。明仔载拜六就是总统立委大选的投票日，为着要因应回乡投票的人潮，所以台铁和高铁拢有加开车帮。另外，为着要减轻大家回乡投票的车主压力，所以台湾民主青年协会今年嘛有发起民主青年回乡的列车专案。所以讲，伫咧今仔日下晡，因嘛打算要伫咧台北车头有开3帮头帮车客运，就是要分别前往花莲和高雄、屏东，载这少年家回去投票。这并不是因为年轻人不关注公共事务，长期以来是因为年轻人在投票上面，台湾的投票制度必须要回到户籍地，因此对年轻人造成一些结构性的困难哦。因为我其实是住在云林，那其实到台北这边念书，那如果说我搭高铁回家，其实以来回的车票来讲，就快要2000元，所以我觉得这个返乡列车其实是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些困境，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来参与的。今年回乡列车打算会当协助1220岁至35岁的少年家回乡投票，车资只要113块，而且路线有52条。主办单位就是希望讲，透过这个计划，会当鼓励民众、鼓励少年家积极参与政治，用选票来决定家己和台湾的未来。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曾俊佑伫台北车头的连线报道。再来甲时间交互主播。好，多谢尚如。接落来，咱要来了解今仔日下半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5到22度，中部地区14到23度，南部地区17到25度，东部地区是18到23度。外岛地区是12到21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